当初黑啥给了吧？黑啥给是你的，现在几个，其他就清楚吧？不给的，我说开给的多呢。黑啥给经理的呢？一个当中呢，老大这个枪战有的黑啥给枪，本来吹起吧吧，老大的有枪，不行。将来中国其实起步都爬得这个前两天，老大有枪，屁股掉去。找把的是苦了，这苦是个吧？我做开始的。不苦，那当到我这来说，民国时期怎么多些卡巴什么多啊？多些卡巴什，然后大有些他上面是个大了搞些他买不。这个这意思要落的什么？当啦，你我这几个人，那个大家的结啦结什么的，可是嘞，假不？这个大家来给上了。高上，颜色嘛的，可是俺说，高上的家伙俺说去了噻，这就有了过来呀。然后老二的下说呢，跟这一周年的跟你们这些尽量嘛的，爸爸了还是的，爸，安嘛了，安。康巴了，康，三巴了，三，爸爸的俺们康巴三巴女儿来是的，爸俺们康三女。我俺们康巴这里怎么话费是来领嘛？